姊妹大家平安。咱伫礼拜开始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伫你成的主日的早起时，阮用欢喜的心，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，要透过今日的礼拜，将所有的阳光拢归乎你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，保守看顾阮的一切，阮伫你的看顾下面得到真实的平安。阮也要来学了你，求主帮助阮伫整个礼拜过程中间，无论是吟诗，无论是听叹信息，或者是阮本身的奉献，每一个听事的过程中间，求主帮助阮甲你有亲密的交陪，也互阮伫整个礼拜中间，领受主你互阮的祝福，感受到主你甲阮同在的美好，互阮有气力伫新的一礼拜中间，继续伫阮的生活中间为你做见证。是阮的主啊，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，仰望伫主的手中。阮无论是献诗、抒琴、诗会，也是传讲信息，或者是伫参与伫圣礼典中间的小会员，阮每一个人，主你亲自牵起阮的心。阮伫服侍过程中间，拢是用圣洁无瑕疵的信心来服侍你，来满足你的心意。是阮的主啊，今仔是阮教会设教711周年的纪念日，求主互阮真正会通去思考、反省。当初时，伊的罗卜为什么要设立双联教会伫即个所在？兼是要互阮伫即个所在，透过教会生活丰富阮的生命，也透过教会生活，会当真真正正将你的心意落实伫阮的社区、阮的城市中间。阮伫纪念即个纪念日的过程中间，一方面庆祝，一方面感恩，一方面也反省阮的责任。求主亲自带领双联教会，真真正正会当扮演好的角色，伫即个社区、即个城市、即个国家，为你做见证。教会所设立的每个机构，也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亲自赐福。我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，互真实的平安、仁爱、公义、和平，会当临到阮的中间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
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。这时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圣诗152首。我来调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请咱犹原徛着，咱来攻读《使徒信经》。我信耶稣万灵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日本着彼拉多任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
我信圣神，圣国公同的教会，信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爸爸，万权能的大主宰，掌管天地甲海，至权至大的上帝，我要做声唱歌有劳你，因为你是独一真的上帝，你的名是堪得阮称赞甲尊重。在圣主日的早时，正今日用感恩懊恼的心来到你的圣殿，用恭敬谦卑的心要来敬拜你，因为你的听极大。你使阮的恩典实在算不了。阮本是一个志未逝的人，你竟然顾念阮，顾互阮认捌你，甚至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将永远活的愿望赏赐互阮。我们大声来称赞懊恼你一切恩惠。虽然阮受拣选成做你的囝儿，却无遵照你的教示实行。常常陷落伫种种的迷惑甲罪恶的中间，我无法度用圣洁的肢体来服侍你。求你赦免我的软弱，除去我心内误会甲罪过。我愿意将我的软弱甲有限，拢交托给你。求你显明你的能力，伫我软弱的心上会当得到完全。本主日是相连说教111周年纪念主日，我要呼吁兄弟姊妹，唔通忘记你相连说教的精神，就继续同心合意。每一个信徒拢会当抓耶稣基督做头，请做教会逐种事工合一的器躯，用实际行动来参与教会逐项宣教事工。用奉献甲祈祷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推展，所做逐项事工拢会当合主的旨意，共同来起造相连教会，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。这是我要为了阮兄弟中间、姊妹中间，伊若身体健安、心灵忧伤，或是拄着任何困境的，求主互因伫拄着各种试炼的时，无跌到惊吓。因为阮相信，阮生命中的每一项事，拢是主你所安排，是要互阮借着学习，会当更较完全来信靠主、交托互主。阮来当专心倚靠主，阮相信就会当对主领受教育信心甲快乐。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只是要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：天父，愿你的名是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行，伫地面像天面。我的日息今予我，赦免我的过犯，像阮若赦免过我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歹业。因国权能永光拢属到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时，咱来教读启应文的圣诗后面第27页，启应文18篇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对甲世界你也未做成，伊互人归土。因为伫你看1000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，你亲像用大水甲因流去，因亲像草
早起时无声，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耶和华要到第4年，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施行你的慈爱，互我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的所做对你的路仆显现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。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下面要请圣歌队来学乐，因所要学乐的诗歌是活出上帝的听。
谢圣歌队用这样水的诗歌来带领咱来敬拜。这时，请咱来共读上帝话。圣经记载伫哥罗西书第3章5节到17节，伫台语的汉语本是439页。第5节，所以就消灭恁遐个俗世欲望，就是淫乱、误会、邪情、邪恶、甲贪婪。贪婪是拜偶像，因为这个事上帝会生气，要临到背迄个人。恁以前趁这个欲望得生活的时，言行举止嘛受因支配。毋过现在恁就气煞、生气、歹性地、怨恨、诽谤、甲讲垃圾话顶，毋通互相欺骗。因为恁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腾起来，将新的人请落去。这个新的人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继续地甲你更新，互恁通真正捌伊。安尼无搁分别希腊人也是犹太人，受割礼也是无受割礼，未开化、野蛮、奴隶也是自由人。毋过基督是一切，也伫一切内面。你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听的，所着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疼心做衫穿落去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就互相宽容，彼此赦免，像就主有赦免恁，恁嘛就安尼相赦免。这以外，就搁加贴疼心，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。就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，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，有这个和平，恁是紧调成做一体。恁搁时常感谢，就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点伫恁内面，就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劝诫，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身体感谢阿罗上帝。17节，恁无论做甚物，讲话也是做代志，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，通过伊来感谢爸上帝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生命中大的帮助。下面，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、蔡牧师要来传讲信息。伊今日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教会信仰的下学第2讲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咱释教111周年的纪念日。牧师常常咧想，一个纪念日要安怎过？其实上介重要就是咱毋通失去起初的疼心。咱来明白为什么111当前，咱的先辈因要伫即个所在设立即个教会？为什么上帝要爱咱教会存在伫即个社区、即个城市、即个国家？这是庆祝纪念日上介重要的。所以咱得爱真知教会存在伫即世间的目的。所以牧师伫2个月前就开始甲大家分享一系列关系教会意义的信息。咱有分享过，教会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医，应该是一个见证的团体，应该是一个主内家庭。咱嘛分享教会应该是一个信仰的学校，因为咱应该拢爱伫即个学校内底，
互咱的灵命、生活、生命更加强大成熟。所以咱今日要继续伫咱的纪念日中间来思考这个要紧的题目，就是教会为什么要存在？伊若是一间信仰的学校，咱到底应该伫一间信仰的学校学习什么款的代志？咱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互阮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善的教会。阮感谢你，伫111当前，又找见你的罗卜，伫即个所在设立教会，互伫100几当来，互即个社区、即个城市、即个国家的人，因为相连教会缘故，来领受主你所带来的福气。主伫即个设教的111当的纪念日，阮恳求主你，互阮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反省，阮应该安怎装备阮家己，互阮诚做你所使用贵重的器具，来荣光你的性命，来达到你当初设立这间教会的目的。恳求主，你只是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为有的奥秘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知咱讲教会是信仰的学校，每一间学校拢有伊设立的目的。譬如讲神学院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3间神学院，这3间神学院其实设立的目的拢真类似啦，吼！你来去看因的教会设立的宗旨，就是为着培养有灵性深度的侍奉者，来服侍台湾的教会社会以及普世的集体，共同将上帝的听、福音甲上帝的心意落实伫咱即个乡土中间。所以咱若去看这个学校成立这个目的，咱就知影讲，这个学校就是为着要培养有灵性深度的侍奉者来服侍这个世界。若安尼，咱教会诚做一个信仰的学校，咱教会是相连分校啦吼。这个学校嘛有伊设立的目的，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？为着什么目标要设立这个学校？咱来深深来了解，安尼咱才会当往这个目标去迈进。咱今日所读的是《歌罗西书》的第3章。这段经文的头半节前半段是咧保罗咧讲咱爱脱去旧的人，脱掉旧的人，然后爱穿新的人。脱掉旧的人，就是讲你爱甲过去的旧的生活，来去掉。比如讲，伊句真济啦，比如讲有淫乱啦、讲白贼啦、贪婪啦、歹性地啦，等等这些败坏的代志，爱将伊去杀，然后安尼阁无够，将旧的人脱掉了后，爱阁去穿上新的人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选民，是圣洁、得到上帝疼痛的人。咱看见保罗伊是安尼讲，伊讲，因为你已经脱掉旧的我，甲旧的习惯，换就新的我。这个新的我是对创造主上帝按照家己的形象，不断甲更新，互伊会当完全明白伊。咱若看好学本的圣经是讲，恁穿上新的人，这新的人伫知识顶面渐渐更新，拄啊亲像
创造伊主的形象。咱知影，其实保罗咧讲的就是安尼。咱来看创世纪，上帝安怎创造人，是照伊的形象去创造人。但是咱嘛知影，因为人受到罪捆绑，受到这罪恶的捆绑的情形下面，就是人甲上帝的形象渐渐脱离啊。人离开的上帝的形象，哪来哪远，哪来哪远。因为咱有罪恶伫咱的心上，所以今仔日为什么上帝要有教会？设立这个教会学校的目的，最主要就是要恢复上帝创造人的形象，也就是上帝本身的形象。安尼，大家会问讲：上帝的形象到底是啥物？上帝也无互咱看见伊的形象，咱明仔知影上帝的形象是啥物？但实际上，上帝是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互咱明白一个完全的人的形象是啥物？互咱明白啥物是上帝的形象，互咱会当有一个目标去学习，就是咱来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同款。这就是信仰学校最后的目的，就是互每一个入来教会的人会当学习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。亲像咱顶礼拜所读的经文，以弗所第4章，伊讲，伊也是赐文书的迄一位，就是指上帝嘛。上帝伫教会中间设立无共款职分的人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。目的是咩呐？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百姓为伊工作，起造教会。最后的目的是安那？互咱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，咱会长大成熟，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。意思是讲，上帝为什么要有教会？伫教会中间有无共款职分的人，无共款文书的人，咱大家互相帮衬，目的就是要互大家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，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同款。这就是咱信仰的学校，就是咱教会设立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互大家学习耶稣基督迄款的款式。所以咱爱真知，当咱进入教会、加入教会了，咱就开始咧变化家己，将旧的歹的习惯来去掉，爱成就一个新的。有上帝形象，有耶稣基督形象的制服。好，咱来知影制服吼有两种，一种是叫做学生制服，咱做学生的时阵，拢会穿制服嘛吼。咱就知影讲你是倒一间学校的学生，制服顶面有署名，有署你的年级，吼。互人知影讲你是一间学校倒一个年级的什么人。但是，个另外有一种制服，叫做工作制服。咱进入信仰的学校，咱就开始穿学生制服。但是，期待有一天，每一个人会当穿上咱的工作制服。啥物叫工作制服？工作制服就是讲当咱对学校毕业了有一寡人会得到一寡资格。伊就会当换另外一套制服，是讲毕业了后，咱阁接受什么款的训练，等等这代志，等等一寡训练了，咱会当穿制服。比如讲，咱中间有真侪医生对无？医生嘛有医生的迄个制服，白色的制服，伊个有长短的分别，你受训到什么款的阶段，会当穿什么款的制服，迄是无共款的，古一个大家每礼拜拢会看到的，就是牧师会穿牧师的制服，对无？我今仔日因为咱今仔要升礼典，所以我穿的这是大礼服，大礼服。平常时就是穿牧师的
小礼服，人称作牧师服吼。牧师服毋是清清彩彩就当穿牧师服的。那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规矩，就是安怎？你要得到学士的学位吼，无论你是读普通大学，还是还是新学院的大学部，吼，咱就是爱摕到学士学位了，然后搁考到即个新学院的研究所，伫研究所爱读3档，拢总有爱修100几个学分，100几个学分拢及格了。然后安尼佫袂当穿这牧师服，及格了学校就互你毕业。毕业了，佫爱做传道书，2档外到3档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爱接受传道书的训练，然后佫爱接受母语的考试，佫爱交工作的论文，拢通过了，安尼嘛，抑佫袂当穿牧师服，就爱安怎？去中会讲道，经过中会的审查核准了，较得到准牧师的资格。准牧师也袂当穿牧师服，爱安怎？爱佫有一间教会，还是讲一个机构要来访牧，伫访牧迄一天，你才能穿正式的牧师服，才有资格穿这个牧师服。所以要穿这牧师服，爱经过这的过程。所以咱今仔日进入教会学校，咱穿学生的制服。有一天，咱会穿咱的工作制服。咱等下甲大家讲这工作制服的内容。当然有人咧问讲牧师服吼，这有一寡奇奇怪怪的物件吼，大家毋知啥物意思吼。牧师服通常拢是黑色的，就是表示安那牧师爱提醒家己，有若是一个罪人，是软弱的人，是误会的人。普通的牧师服只有一块白白，叫卡拉，这白色卡拉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上帝把咱请去牧师园这然后。互讲出来的信息是圣洁的，所以规身躯拢垃圾的，这所在清气的，因为爱讲上帝的话，这大礼服开去跟2个跟喙齿吐出来，这毋是喙齿啦，这是安那代表讲牧师咧传讲的信息，袂当超出新约甲旧约啊，所以袂当讲一个543的爱讲啥物？爱讲圣经上帝的话。牧师有即个肩带对无？这是啥物话？大家毋知敢知？你有看过牛咧田无？有迄个担对无？人讲軛啦，这就是基督的担啦，甲基督同背即个担。所以这就是牧师服的意义。我拄则有讲过，咱咧经过真侪无共款的方式，迄个训练，还是讲爱通过什么款的考试，才会当穿这套制服。咱基督徒嘛有这套制服，这套制服保罗甲咱讲真清楚。伊讲上帝听恁，拣选恁做伊的子民。所以，恁爱有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忍耐的心。有纠纷的时阵，爱三甲宽容，彼此疗赦。主怎样疗赦恁，恁也爱怎样疗赦别人。伫即个一切顶面，佫会加上疼，因为疼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。这甲最好有啥物款的关系？你若去看。和合本的圣经，你就知影吼。和合本的圣经吼，伊讲，所以恁是上帝的百姓，
性格得到上帝疼痛的人，所以爱尊怜悯、温顺、谦卑等等这些性质。迄尊也标一个括号，伊讲尊原文的意思是称啦，是称。意思讲，保罗讲你脱去你旧的歹的习惯，佮爱穿一个新的制服。这制服伊的性质就是怜悯、温柔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等等这。最后佮爱加上一个疼，疼亲像一个带。古早迄个衫伊无拉链嘛无紐啊，伊是用一个带来下起来，安尼穿起来较会避早。所以咱就爱清楚地讲，拄则所讲的这7种性质，是即样制服的性质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就是咱爱努力的目标。所以咱得往这7种性质去学习、去努力，互咱有一天，那亲像穿一件衫同款，这件衫有怜悯、有慈爱、有谦卑、有温柔、有忍耐，会当互相宽容、互相赦免，还有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疼，这款才符合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咱今日拢穿学生制服。有一天，望咱会当穿咱的工作制服，伫社会、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互人看咱，就知影啥位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，的希望，爱得到相款的稳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对这件制服，爱好好来研究。今日牧师要先甲大家讲这个制服的第一个性质，就是怜悯。关系怜悯，牧师有3项要提醒大家。第一项就是怜悯，就是伫别人的受苦中间，看见家己的责任嘛。咱来明白，就是讲，咱看见着这世间有真侪这个苦痛，但是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人伊会感觉讲，别人咧受苦的时阵，我开始有一寡感受，我感觉讲，我应该爱做啥物代志，会当减轻伊的苦痛。我对这件代志有责任。若无怜悯的心的人咱华语叫做冷漠啦。冷漠就是讲，别人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。这就无基督的性质。因为咱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伊就是甲遐受苦的人做伙嘛，咧解决受苦的人的问题。伊看见有人破病，伊来医治；看见有人伤心，伊来安慰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性质嘛。其实上帝有将这款怜悯的心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。只是有时咱互这世间太侪代志影响的，直到咱渐渐失落了。对真侪代志拢无咧关心，拢冷漠。我捌看见一个报纸的报道，是真实的报道。我在足早以前，发生伫这个台南的所在，跟较偏乡的国小。当时阵有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出事了，得到小儿麻痹，所以有一支骹就较无方便。这伊的老爸老母知影讲这个囡仔讲小儿麻痹将来生活一定爱，虽然较无方便，但是一定爱家己独立。所以因就训练这个囡仔家己会当去学校，但行路行真久伊就训练伊的囝会晓骑脚踏车，虽然一支骹尔，但是会晓骑脚踏车。互伊要买一台脚踏车，互伊会当每一工家己骑脚踏车去学校。伊就对因囝讲你即摆会晓骑脚踏车，你以后要去倒位拢家己会当去，
免爸爸妈妈来载，吼，互你家己独立。啊，这囡仔嘛是真乖啊，吼，伊就逐工拢骑脚踏车去学校。啊，就安尼经过几落冬，有一天，伊拍电话来，因爸爸讲：“爸爸，我今仔下课的时阵，发觉讲我的脚踏车去用偷牵去啊，无去啊。啊，爸爸，你敢毋通骑车来互我载？吼，啊，因爸爸就骑倒摆来载吼。我一方面嘛足生气的，讲我靠人安尼遐尼歹心的，这囡仔的脚踏车也要来偷摕。啊，但是无办法嘛，是爱载伊呐，搁去买一台新的吼。啊，但是伊车骑到学校了，要载伊的囝的时阵，伊的囝突然答应爸爸讲：“爸爸，你敢会当帮忙一件代志？”伊讲：“我阁有一个同学吼，叫做梁杰啦吼，这同学，伊甲我相共吼，但是伊比我较严重淡薄。我是一支脚无方便，伊是两支脚拢无方便，拢穿铁脚吼。啊，所以爸爸，你敢会当带先载转因兜，啊了后较来学校，搁来我载转。啊，因爸爸讲，伊平常时拢安来学校，因厝里人无载伊来嘛。伊讲，爸爸平常时吼，拢是我骑脚踏车，下载顺起来再来学校，啊，放学了，阁是我来载转伊。因为吼，我知影伊的情形甲我相共，啊，伊阁比我阁较无方便，吼。啊，因爸爸就看这囡仔安尼遮尔有疼心吼，嘛心中真感动，啊，就去教室要载即个囡仔，啊，才发觉讲因的教室伫3楼啦，讲较无方便啊，搁来安排伫3楼，吼，啊，因爸爸就爬到3楼吼，讲普通人爬到3楼都拢会喘啊，搁一个较无方便的囡仔，啊，因爸爸就要来按落来，伊来讲啊，阿伯免，我家己用行的吼，我家己有哪会独立。哦，虽然我行了较慢，啊，你先落去楼骹等我，啊，我慢慢行，行咧楼骹，你较互我载转去，吼。啊，讲真感谢恁后生吼，逐工拢来我载，吼。啊，因爸爸就伫楼骹等伊，啊，然后将这囡仔载转去，了后较来搁载因囝转去厝里。啊，你看这个报道的时阵吼，其实。我是非常感动啊！吼，我感觉讲，这囡仔遐尼有疼心，伊家己知影家己无方便，爱去体贴比伊较无方便的人，一支脚的人去帮助迄个无脚的。我相信因爸爸嘛感觉真骄傲啦，因为要训练一个囡仔，互咱即马拢互咱的细囝。真丰富的物质生活，因拢互人服侍了真方便。但是你看，伫这苦难中间的囡仔，因家己有一个真水的心灵。虽然外表有一寡欠缺，但是伊的心灵是非常完全的。这就是怜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就是爱。诚做一个有怜悯的人，看去别人咧受苦的时阵，咱感觉讲这甲我有关系，我会当做一寡什么款的代志来减轻你的苦痛。这是咱来学习的，因为这是主要所基督的性质。第二项代志，就是咱来训练咱的目睭啦。人常常被咱的目睭所欺骗。有时咱会用咱的目睭去做错误的判断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起着主耶稣基督特别爱咱去注意啥物？注意迄个卑微的人。咱常常拢会看见迄个卑微的人，但是主耶稣基督讲，你毋是安尼哦。恁若去照顾迄个阮中间上较微细一个人，就是做伫。主耶稣基督的心上，而且这是马太福音书咧写最后审判的时阵
审判的一个判断的条件。咱够去照顾迄个智美色中间的一个。保罗嘛安尼讲，可无论对啥物人，爱彼此关怀，毋通骄傲，爱去看迄个卑微的人，也毋通家己掠做家己聪明。我前一阵有看一个网络的新闻，就是有一个网络人，讲叫做 YouTube 伊特别做一个社会实验啦，伊假做一个摆卡的人，伊头起伊就是第一项，伊就是先穿了真整齐穿西装，穿靴子穿了真好，但是原来是摆卡的伊就伫迄路里惊跋倒，人看伊跋倒边仔人马上就来扶起来，所以伊就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共款跋倒，伊大概市拢是相共，伊穿了真整齐边仔人就马上来扶起来。相款一个人伊就穿迄个流浪汉的衫，有若是摆卡跋倒，边仔人拢闪过，逐个人拢闪过。伊讲伊试几啊遍拢是安尼。完完全全相共，大家拢看外表，大家拢看即个即个穿插较好势，咱起来帮咱可能袂拄着啥物款的代志。迄个流浪汉万一来扶开，伊要来威胁我要安怎？大家拢闪过。所以这互咱一个真重要反省，共款一个人，因为穿插无共款，别人对伊的态度无共款。咱敢有可能安尼？敢有可能看悬无看低？敢有可能因为外表穿插安怎，咱就做什么款的判断？咱会记起耶稣基督在咱的教示是，爱伫卑微中间去照顾遐个，就是亲像照顾上帝同款，照顾耶稣基督同款。这是咱爱去学习的。第三项，咱除了有这款的观念以外，上较重要就是爱付出行动嘛。咱知影讲伫别人的苦难中间，咱有责任，也是讲咱爱去关心遐卑微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若真有这款的财物，无这款的无任何行动，无法度成就上帝恩典。所以伫关怀中间，咱爱付出。上帝要借着咱为受苦的人带来愿望。对伫遐受苦的人中间，咱会当对因显明上帝荣耀甲恩典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咱对耶稣基督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，伊咧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信仰概念，就是信仰毋是将财物上的理解，是爱将伊实践出来。咱看见着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耶稣咧讲的，这4甲利未人，因检讲毋知影讲爱去帮助遐受伤的人吗？因知识顶面、思想顶面拢知影，但是因无行出来。反倒是受因看轻的撒玛利亚人，会当实际上去帮助真正需要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活踮这世间，可能咱会看到真侪这世间无好的所在。受苦的人真侪，无公平的所在也真侪。检查有个人认为讲咱无亲像耶稣遐尼大的能力，但是咱来理解，上帝透过咱所做，就咱减轻这世间淡薄受苦的人的艰苦。咱可能无法度互亲密的人会当服明，但是咱会当真做因的引带为因带路。咱可能无法度互摆卡的人会当复原，但是咱会当真做伊的扶持。
其实咱每一项拢是不足的，拢有欠缺。上帝互咱伫教会中间，咱能彼此互相帮衬。然后，咱出去到这个社会，咱尽咱的气力，互这个无完美的世界，咱加添一点仔有迄个温馨，互这个世界更较美好淡薄仔。这是咱爱穿的制服的第一个性质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信仰的学校来学习。恳求主，互阮真实明白，阮伫学校学习的最尾的目标，就是要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。这也是你设立教会的目的之一。恳求主帮助阮，阮教会伫遮已经111栋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美好的传统，互阮伫教会中间不断装备家己，学习会当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。特别恳求主，互阮有怜悯的心，会当将这世间的受苦的人看做是阮的责任，也会当伫卑微中间看见上帝的作为。上界重要就是阮会当付出阮关怀的行动，来减轻这世间的苦难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就是请咱起立来吟诵了上帝圣诗217首，受悲喜悯救主耶稣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准备心来恭敬来领受圣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欢迎凡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，也就是受过成人洗礼甲献信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齐桌，享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属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你若着麻担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也安尼讲，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、恩典，甲咱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。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伊有摕饼，祝谢来八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听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听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摕饼祝谢，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，三甲来感谢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，阮现在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找紧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互阮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阮的生命持续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用恭敬的心，伸出双手来迎接这个饼。感谢主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，为了救赎咱。
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三甲来领受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这个杯，心中感谢主，因为流出宝血，洗清去咱的罪。
伊个杯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伊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孝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感谢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叫大的疼，阮甲你同齐道，领受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。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。亲爱的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让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互阮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闭本心来奉献。
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丰盛的赏赐，互阮逐项拢无欠缺。求主圣神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，互阮能真做教会逐项事工合宜的器具。这是阮要将阮你赏赐阮的恩赐、财情以及淡薄的金钱。奉献伫主你的面前，要做教会圣工的内容，求主接纳。阮安尼祈祷，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来报告，请咱来看周报第4页的所在。本周特别事工第一项，本主日为本会设教111周年纪念主日，呼吁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袂记咧相连的精神，甲宣教的初心。会当继续同心合意，用实际行动来参与教会逐项宣教事工。一人一小组，一人一服侍，一人领一人，会当用奉献甲祈祷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推展。第二项，本主日总会所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要呼吁教会兄弟让重视妇女信仰经验，来鼓励妇女积极地参与服侍。会当贡献女性信仰的经验、智慧甲力量。咱幼员要特别感谢妇女同个同工参与本主日13场礼拜诗献的服侍。咱来看集体关怀。本会会友李雪姊妹伫2月17日安休主怀，要定伫3月初5，就是过来这礼拜日上午6点20，伫台北市第1殡仪馆来举行公祭，请咱兄弟来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为足。第二，本会会友吴飘芬姊妹的母亲吴周满花女士，伫2月7日安休主怀，要定伫3月初9，就是过来这礼拜六上午10点50。伫台北市第1殡仪馆要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咱兄弟来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为足。咱要恭喜本会会友赖一任兄弟甲王胜怀姊妹，就是咱王荣昌甲刘淑娟长老娘中路，要定伫3月16拜六。下晡2点，伫16礼拜堂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这对新的人。报告以上，下面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这个兄弟姊妹新朋友，应该无吼，安尼好。这是请咱起立来吟上元509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吟诗了后，请牧师祝祷。我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谢恩，共受差遣。